Crystal 5年話長唔長，話短唔短，5年內你做咗啲乜嘢事咧？呢5年最重要，我生咗個仔咯。我仔下個月3月底就2歲啦。哦，恭喜晒先！係雖然恭喜咗你好多年，咁5年內咧，我都做咗少少嘢，就係我完咗一個20年嘅夢，就係考一個電單車牌同埋買一個電單車嘅，係啦。咁我都會揸得好小心，多謝各位。點解會講起5年呢？萬錦市最受注目其中一個新嘅社區咧，即將推出啦！大家有冇估到係邊個啊？我就想你係咪講緊嗰個邊個啊？就係 Union Glen 啊！又收到消息啦，終於係會有發布啦咁樣。咁嚟緊咧就可能會有更加多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而家咧只不過係做一個好簡單嘅簡介。Hello， 大家好，我係 Crystal， 我係 Jackie。我哋係多倫多全職地產經紀，歡迎嚟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呢一個社區咧，佢就會推出 townhouse 同埋 detached home 㗎。不過佢嚟緊呢一期咧，只會係推出 freehold 嘅 townhouse。呢一個 project 咧，一共係由7個發展商去共同開發。盤究竟有咩特別咧？即係全新啦。咁除咗全新之外，仲有啲乜嘢咧 ？Location 邊個唔中意住新屋，亦都係一個好嘅位置。Union Glen 位於 Major Mackenzie 同 Kennedy 東北角位，交通方面15分鐘去到高速公路404同埋407，去邊度都咁暢順。10至15分鐘亦都可以去到 Mount Joy 或者 Unionville GO Station， 直達多倫多市中心同周邊地區嘅公共交通。而周邊嘅環境揸車10分鐘之內，有好多戶外活動嘅選擇，例如公園、大型綠化空間、Angus Glen 高爾夫球場，鄰近亦都有 Angus Glen Community Centre， 有圖書館、室內泳池、健身室、溜冰場等等。10分鐘嘅車程之內，有大型連鎖店到華人超市、餐廳同 cafe、牙醫、診所、銀行，日常購物同休閒需要都一應俱全。咁我個人咧就好簡單嘅啫。咁而家有7個發展商喎，究竟係點樣揀呢？你記到幾多啊？我而家暫時喺腦海裏面咧就諗到 Fieldgate， 跟住有 Opus 啦，跟住同埋 Green Park。我啲比較大嘅發展商，冇錯啊，啱啊 ，OK。嗱，咁其實咧有幾間地產公司咧，佢哋都係血脈相連。不過咧，我就唔會咁 detail 講佢哋嘅 relationship 啦。以我哋睇咗咁多年屋嘅經驗咧，我就話俾你聽每一個發展商嘅優點。Based on 之前嘅 track record，Fieldgate Homes 佢就係比較穩陣派嘅 floor plan 就比較傳統大眾化，俾人人都會中意。如果你追求穩陣保守嘅，咁就要揀佢啦。Deco Homes 咧，設計前衛有 high end 嘅感覺。Opus Home 咧，我覺得佢間屋入邊嗰啲 finish 咧係多少少 detail。Arista 咧，其實我幾中意佢啲 floor plan 嘅喎，室內空間利用得好好。Green Park 平民路線性價比比較高。我第一個 condo 都係 Green Park 㗎，即係我買得個，我覺得係 OK 嘅。有偏心。Madison Group 現代式設計。Forest Hill Homes， 我覺得佢行平民路線咯，性價比都比較高嘅。佢啲 finish 係 average 啦，都知道已經係有呢7個發展商咯。其實你可以睇翻佢哋呢幾年喺唔同嘅地區起嘅屋，咁你就會更加清楚你會中意邊個 finishing。咁當然啦，我知道價錢係一個最大嘅 concern，不過我哋 so far 係咪有價錢嘅資料？係啊，咁所以我哋唯有可以講嘅就係講佢哋呢個標打佢哋嘅 quality， 或者佢哋平時做嗰啲嘢係乜嘢。而家咧喺呢塊地上面咧都已經 propose 咧，佢會起中學啦，同埋咧都會起啲小學喺度。Yes， 太好啦！係因為好多人啊，其實呢啲。其實小學而家喺萬錦市都好似都仲 OK 嘅，係夠位嘅。喂，你中學真係唔夠 Matthew。U High 成日好快就 cap 啦，你睇下 U High 啊，佢啱啱 Arts Program 嗰啲咧又開始派 offer 啦嘛 ，cap 噶啦又。所以咧，萬錦係真係好需要一間新嘅中學。咁大概要起幾多年咧？咁就係希望唔好好似輕鐵咁樣咯，即係起嗰個搞幾多30年10幾年啊，十幾係啊，十幾年。不過我諗可能中學都有機會10年。係希望佢快手啲啦。希望係。由於萬錦近年人口增長得好快，喺新學校落成之前咧，學生係需要去一間 holding school。我今日就查咗約克教育，佢哋已經將呢一個區分配好小學同中學。中學係會入讀 Burke Secondary School， 排名口碑相當好。小學會去 Little Rouge Public School， 雖然路程遠咗少少，但係會有校巴接送。注意 holding area 嘅安排咧係有機會隨時變動㗎，大家記得要留意最新消息。今次咧發展商咧，佢哋淨係會推出 freehold 嘅 townhouse， 預計起好嘅日子咧係2027年至到2028年。我哋今次呢一個 video 主要 focus Fieldgate 4種主要嘅房型
第一3層15尺闊單車房，1681尺至到1899尺。呢種類型嘅 townhouse 價錢係會相對地平，但係本身屋型比較窄，採光度未必咁好。每間房面積細啲，同埋當你入到去間屋咧，你會覺得間屋係好長賴賴嘅感覺。第二種3層20尺闊雙車房。driveway 嗰度仲可以泊到2架車，即係 total 可以泊到4架車，1776尺至到1998尺。佢依種類型咧係冇後花園，地面嗰層可以將 family room 改咗一個大嘅書房，連埋獨立廁，方便在家辦公。第三款2層21尺闊單車房大後花園，1729尺至到2241尺。2樓咧去做到4房，咁但係第2至到第4間房咧個面積都會細啲。佢最大尺數 Glenforce 呢一個戶型咧都幾特別㗎，佢係雙車房，個 driveway 亦都可以泊到2架車，咁即係一共停到4架車。而喺 garage 上邊咧，佢係有自己一個獨立單元。呢一種類型就比較適合投資或者係想有人幫你一齊去供 mortgage 嘅買家。第四款2層高22尺闊雙車房，有庭園1858尺至到2079尺。咁多 floor plan 睇到眼花繚亂，都唔知應該揀邊個。唔緊要，如有需要可以聯絡我同埋 Jackie， 咁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你。7個發展商聯合發展，咁佢哋實力雄厚。咁呢個 project 咧，應該都俾大家好多信心嘅。係啊，同埋佢哋始終唔係啲細標打，係真係大標打，咁所以都安心地去購買啦。同埋而家城市規劃咧，一係就向東或者向北去發展。喺萬錦一個比較好嘅 location 咧，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少噶啦。咁如果真係住新屋，亦都想住好嘅 location，就不妨留意下呢一個 Union Glen 全新社區。希望呢個 video 可以幫助到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可以隨時聯絡 Crystal 同埋我呢度。咁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我哋下次再見，拜。